大家好，我係最中肯唔黑 sell 嘅阿 Cam 啦。咁前幾排咧就有位觀眾咧就 WhatsApp 我，佢就話咧佢幾年前咧喺中山買咗層40平方嘅公寓嘅，住咗都有幾年嘅時間啦。咁因為大家知道啦，喺內地生活咧買嘢又方便，物價又平，跟住網購又方便喎。經過咧呢幾年嘅長期居住咧，就越買越多嘢，時至今時今日咧，就發覺兩公婆住喺嗰間40平方嘅屋入邊咧，就已經係唔夠住噶啦。現時咧佢個狀態啦就係退休嘅狀態嘅，所以話就已經係冇咗啦主動性嘅收入，就只有被動嘅收入嘅啫。所以預算都唔高啦，得100萬左右嘅預算啊，最好咧就100萬以內可以買到樓。想問下我咧喺今時今日嘅中山100萬左右嘅預算，可以喺中山買到層點樣嘅樓？或者話咧有邊幾個屋苑可以選擇嘅？我諗咗下咧，其實呢個100萬左右嘅預算啦，亦都係好多 YouTube 觀眾啦心入邊嘅預算嚟嘅。所以話我覺得可以延伸下，做翻期影片啊，俾到大家一個參考啦。因為咧成個中山啦，佢嘅區實在係太多啦，總共成24個區。我就諗住係分上下兩集啦。上集嘅話咧，就同大家嚟介紹下啦。市區同埋泛市區嘅位置咧，100萬左右嘅預算或者係100萬內嘅預算咧，可以喺市區買到層點樣嘅樓，或者係邊幾個屋苑可以選擇。下集嘅話咧，就同大家嚟介紹下喺鎮區嘅位置，100萬左右嘅預算可以買到邊幾個屋苑。首先咧就嚟講下市區啦。首先市區嘅話咧，提到佢就不得不提一個 area 啦，就係博愛七路板塊。呢個板塊咧，曾經喺樓價最瘋癲嘅嗰段時間咧，就深受深中通道概念嘅影響。最瘋癲嗰陣時，樓價係炒到去啦25,000蚊至到3萬蚊左右一平方嘅。現時咧地產泡沫咧就擠爆咗啦。現時成個 area 嘅均價咧就回落翻去1萬蚊至到13000蚊左右一平方帶裝修嘅均價，所以話咧性價比咧係非常之高嘅。博愛七路板塊咧，因為佢嘅地理位置啦，非常之近東區，所以話咧成個地段咧係住咗好多企業嘅老細啦，或者係創緊業嘅青年老闆啦，公司嘅高管啦，公務員啦，所以話其實成個地段咧，佢嘅鄰里質素咧亦都係比較之高嘅。然之後咧，城市界面比較新，上邊咧坐落嘅屋苑咧，其實都差唔多每個都比較高質素嘅，都可以做到啦。低容積率、高綠化率嘅，所以話咧，佢住落去咧會有種好舒適嘅感覺，即係起碼你嘅樓間佢唔會話好逼仄啦咁樣。成個 area 咧喺市區呢個地段咧係起咗一個啦旺中帶靜嘅作用，即係翻到去自己屋企咧好靜，出到去一啲繁華嘅配套咧，其實你揸車又好啦，打的又好啦，亦都係比較之方便。例如話去到現時成個中山最新淨最大嘅商場富日城咧，講緊亦都係5分鐘至到10分鐘左右嘅時間就可以去到啦。嚟到博愛七路100萬內嘅預算，或者係100萬左右嘅預算，首先可以買到嘅第一個屋苑就係遠洋新天地啦。呢個屋苑咧，我成日都笑佢啦，可以講係現時博愛七路啦最打得嘅選手。基本上咧，佢嘅各項數值咧係最均衡嘅。首先優點，第一個，佢樓下嘅鋪頭咧就已經係做緊生意㗎啦。有好多博愛七路嘅屋苑咧，其實佢樓下嘅商業咧，都唔算話開得好成熟嘅。有好多咧都係啲鋪頭咧未開始做生意嘅。遠洋新天地咧，起碼就係你落到樓下，你想買包煙、買支可樂飲嘅，其實都有時都開緊。又有啲生鮮嘅鋪頭啦，你要去日常去買下餸咧都買到嘅，所以話咧佢樓下嘅商業咧係比較之方便嘅。第二嘅話就係佢交樓俾你嘅嗰個裝修風格咧，就係黑白灰風格嘅。就唔係嗰種黃冚冚嘅風格嘅，嗰種黃冚冚嘅風格咧，我相信有大部分嘅街坊其實都好接受唔到，因為會比較顯舊而且咧睇落去唔舒服。第三嘅話咧，就係佢嘅交樓質素比較之高啦。例如話佢交俾你送俾你嘅呢一個東芝嘅冷氣啦，佢全屋嘅嗰啲瓷磚啦，全部都係嗰啲大嚿嘅瓷磚啦，大嚿嘅瓷磚咧就會顯得你成間屋咧就會比較一體化啲，比較整體化啲。例如話咧，佢嘅送俾你嘅呢一個華為智能家居嘅系統啦，都係喺成個板塊嚟講咧比較之高嘅一個交樓嘅質素。然之後咧就係佢嘅呢一個屋苑嘅數值啦。
呢一個43%嘅綠化率，加埋2.5嘅容積率，然後咧佢都係成個博愛七路板塊咁多個屋苑入邊咧佔地算比較大嘅屋苑。其實我之前咧介紹緊博愛七路樓盤匯總篇嗰陣時，亦都有提到佢呢個優點，就係當呢一個43%嘅綠化率加埋2.5嘅容積率放喺一個佔地非常之大嘅屋苑入邊咧，呢一個優點只會被無限放大。包括係我拍攝緊遠洋新天嘅地嗰陣時咧，亦都有成日笑住講啦。日後你飯後散步嘅話咧，你直情落你屋苑樓下嘅嗰個花園去散步就夠噶啦。因為咧呢啲優點咧可以形成到佢成個花園咧就係成個公園咁樣嘅。你日後你住喺入邊咧，你唔需要話去到啲乜嘢東區嘅紫馬嶺公園啦，亦都唔需要去到什麼濕地公園，單係行樓下嘅花園咧就已經係夠皮噶啦。咁上述呢啲咧就係遠洋新天地嘅優點啦。嚟講下佢嘅缺點啦。首先，現時遠洋新天地咧，佢背面咧就當然啦係有啲山景嘅有啲山丘景，但係咧亦都會有啲鐵皮屋，有啲鐵皮廠房喺度。山景固然之係好靚，但係咧因為佢呢啲鐵皮嘅倉庫咧太顯眼啦，所以話咧當你係而家望翻佢背面嗰陣時，即係出到去露台望翻佢背面嗰陣時咧，多多少少呢一個鐵皮倉庫咧都係會有啲吉眼嘅。咁現時咧100萬左右嘅 budget 或者100萬內嘅 budget咧，你可以買到佢嘅質素咧就係90平方嘅3房1廁。咁實話實說啦，佢呢一個戶型嘅實用率咧其實就唔算高嘅3房1廁。喺現時咧，成個地產即係成個房地產市場都追求緊啦3.5代產品、4代產品嘅當下，其實咧佢呢一啲咁嘅戶型設計咧會顯得會有啲唔正常啊！即係大家現時咧都追求緊高實用率啦嘛，因為佢係90平方3房1廁，但係其實咧發展商都好無奈嘅，因為其實早喺幾年前啦，呢一個屋苑咧就已經同房屋局咧已經係備咗案啦，並且現時咧樓都已經起好啦，即係話其實各方面都已經係改唔到噶啦，所以話佢90平方3房1廁咧已經係就係咁樣啦，已定事實。但係咧，你點講都好，佢係現樓，所以話大家現時咧喺遠洋新天地睇啱邊層樓嘅，直接拎住個密碼上樓去睇，睇得啱就落訂，睇唔啱咧換第二間去睇。所以話呢個亦都係佢現樓嘅好處啦。咁喺現時追求高實用率嘅當下，發展商亦都係好無奈，只可以咧通過劈價去爭翻啲啦，銷量翻嚟。所以現時咧佢嘅成個屋苑嘅均價咧已經係劈到去啦1萬蚊至到係11000蚊左右1平方大裝修嘅價錢啦。相比起佢最高峰嗰陣時咧，已經係劈咗成60%嘅啦。已經係劈得非常之多。OK， 咁現時嚟講咧，佢90平方3房1廁，佢唯一嘅缺點咧就只係一個廁所。咁所以話你係追求2個廁所嘅街坊咧，可能呢個90平方咧或多或少咧係有啲唔啱嘅。然之後咧就係同屬博愛七路板塊嘅澳豐天譽啦。呢個屋苑嘅優點咧好明顯嘅。我成日咧都講佢啦，係成個博愛七路板塊入邊眾多屋苑入邊啦，外立面生得最標青、最有氣質、生得最靚仔嘅屋苑。即係咧，你揸車咧揸喺路上啦，你往你嘅左手邊一望，哇！你就會發覺呢個屋苑嘅外立面真係生得靚仔。然後咧發展商係澳門發展商嚟嘅。呢一個澳門發展商咧係澳門前特首家族企業開發嘅一個屋苑。不得不講啦。小弟咧亦都參觀咗唔少嘅澳門發展商嘅屋苑。喺審美上邊咧，我覺得澳門發展商嘅審美咧係相當之可以嘅。優點就係咧，你行入佢嘅花園入邊，因為成個盤咧佢嘅容積率就只有1.5啊，係成個博愛七路板塊入邊眾多屋苑容積率最低嘅。即係你行入花園入邊啦，你抬頭望望佢嘅住宅樓住宅樓同埋住宅樓之間咧嗰個樓間距咧係相當之闊嘅。即係你入到去咧，唔會覺得有逼仄嘅感覺啦嚇。然後你入到花園咧，你觀察翻佢嘅一草一木，佢嘅小溪流水，然之後成個盤咧係依山而建嘅半山嘅設計，你就會發覺啦，確實係對得住佢門口嘅嗰4個字港澳精工嘅。然後咧，現時大家100萬內嘅 budget 咧，你可以喺澳豐天譽啦買到一層87平方3房1廁嘅單位，從而咧
我就要講下佢嘅缺點啦。咁當然啦，係100萬都唔使嚇，100萬有走啊。咁啊，佢咧個總價咧係88萬左右嘅啫，所以話價錢嚟講非常之平嘅。咁啊，從而咧嚟講下佢嘅缺點啦。咁啊，佢嘅缺點咧，首先第一個同埋遠洋新天地嘅狀況咧係一樣嘅，87平方或者係100萬內咧，你都係只可以買到3房1廁嘅單位。咁啊，3房1廁咧喺當今嘅地產市場追求高實用率嘅當下咧，3房1廁咧呢啲戶型咧就會顯得會有啲唔正常啦。原本咧擺喺幾年前咧都叫做係正常嘅戶型，而家嚟講咧都會突顯得會有啲唔正常。咁啊，佢3房1廁都算啦，其實佢87平方成個戶型設計咧，其實我覺得係麻麻嘅。除咗得一個廁所之外咧，就係佢呢一個戶型咧，佢入邊嘅廚房可以講係相當之細，即係但凡咧屋企嘅太太中意煲湯嘅，真係但凡嗰個廚房咧嗰個廚櫃啊，放多2個煲都唔夠位嘅。咁當然啦，佢有一點咧係可以彌補翻嘅，就係佢廚房隔離咧都會有一個副露台。咁啊，如果你捨得精裝改造的話咧，其實咧嗰個副露台嘅即係嗰個副露台嘅嗰幅牆咧係可以抌咗佢嘅，從而啦擴大翻成個廚房。但係咧無形中咧又多咗一筆咧精裝改造嘅費用啦。然後咧就係佢現時咧就賣緊佢成個澳豐天娛嘅最後嗰一排嘅樓，亦即係最靠山嘅嗰一排嘅樓。咁啊入邊嘅87平方咧，當然啦佢有啲係南向嘅，有啲咧就係北向嘅。咁啊北向嗰個咧仲要係西北向嘅，所以喺坐向上邊咧就唔係太好啦。即係你行出個露台咧，冬天嚟講咧就會食西北風。然之後咧，北向嘅單位咧就係常年啦，你係見唔到陽光嘅，所以話你想感受下冬日暖陽嘅街坊咧，可能又唔係幾啱啦。雖然話個山景好靚亦都好開揚，但係咧呢一個咧就係佢其中一個缺點。當然啦，你話南向嘅3房1廁咧有冇咧？都有嘅。喺現時嘅6座咧，亦都有極少量嘅單位咧，係可以俾到大家去選擇翻。咁啊，如果咧你係想買一層度假屋嘅，亦都可以包容到啦，佢一個廁所，並且咧唔係經常喺屋企煮飯嘅街坊咧，即係你覺得佢嘅價錢平，足以覆蓋到佢呢啲缺點嘅。我諗澳豐天娛呢一個低銀碼，亦都係可以入住到一個比較高質素嘅社區咧，亦都係你度假屋嘅其中一個選擇啦。第3個屋苑中澳和悦春府呢個咧係較為之新嘅一個屋苑嚟嘅。咁啊，首先優點啦，就係佢特別之筍講緊咧首期3萬蚊就可以上車啦，並且係大裝修嘅。首期3萬蚊之後咧，其餘嘅房款咧全部都可以咧作為月供即係其餘嘅房款咧銀行都可以借俾你。咁啊，然後咧現時嘅活動啦，送全屋嘅家私家電，樓下咧亦都有中港巴士，並且咧現時買樓啦，發展商咧再送多你200次嘅中港巴士嘅車飛。咁啊價錢平講緊咧最平嘅80萬咧都可以買到一層啦79平方嘅3房嘅樓噶啦。咁啊100萬內咧亦都可以買到87平方3房2廁88平方3房2廁嘅單位。戶型咧相較起前邊嘅嗰2個屋苑咧，可以講係更加之實用88平方佢3房2廁嘅同時，佢可以做到啦長露台俾你。咁啊87平方咧3房2廁嘅同時咧，佢又可以做到啦南北對流俾你喎。南北對流咧，其實你住落去咧，基本上係現時內地嘅戶型入邊咧最舒服嘅戶型，因為比較扯風比較舒服。咁啊，跟住咧屋苑出邊嘅嗰條路啦，係可以咧無縫接駁深圳灣口岸嘅。咁啊喺呢個屋苑出發咧，其實導航查都可以查到噶啦。大約嚟講咧就係9個字即係45分鐘至到55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啦由一個均價1萬蚊大裝修嘅中澳和悦春府，去到啦均價要去到啦15萬左右嘅深圳灣噶啦。咁當然缺點咧其實都好明顯嘅。其實到時候我帶你去睇樓嗰陣時啦，其實亦都可以感受得到噶啦。就係你去到門口，你會發覺咧佢樓下嘅配套啦，現時係未有嘅。生活配套嚟講，基本上為零噶啦。咁啊，佢呢一個地理位置咧係地處啦中山嘅一個比較之出名嘅汽車一條街。咁啊，嗰條街上邊咧就坐落咗啦好多國產電車嘅專賣店或者係2手車行嘅。
咁所以話咧，民生配套咧暫時嚟講係比較欠缺嘅。但係咧，你點講都好咧，呢啲都係暫時嘅問題啊。即係我相信咧，其實每個屋苑嘅發展都係咁樣噶啦。只要隨住你嘅入住率咧越嚟越多啦，其實佢樓下嘅商業咧亦都會慢慢帶動起身嘅。咁啊，並且咧現時中澳和悅春府啦，亦都係預留咗2等商業體喺度嘅，發展商咧會負責招商，而且咧發展商咧係攜手啦中山市政府一齊去招商嘅，所以我相信咧入住率如果係越嚟越多嘅話，佢樓下嘅商業咧亦都會慢慢起身。即係首先咧，至少你唔需要擔心嘅就係士多啊，士多咧就僅有噶啦。但係咧佢呢一個商業體咧起出嚟嘅造型咧，我諗佢未來啦，如果係入住率可觀嘅情況下咧，應該會有啲例如係戲院啦，或者係一啲揼骨店嘅。所以話咧，呢個係一個未來可期嘅屋苑啦。咁當然啦，喺當下嚟講咧，你嘅生活配套係比較之唔方便嘅。坐落喺呢個屋苑啦，東西兩側最近嘅生活配套，一個係1公里範圍嘅一個舊式嘅屋苑。金華花園樓下嘅呢一啲街鋪，咁啊上邊咧就有好多好齊全、好成熟嘅民生配套噶啦。第二個咧就係1.5公里嘅寧江市場板塊，咁啊上邊咧亦都係非常之成熟啦。只不過咧，我覺得呢一個屋苑咧，對於暫時嚟計啊，對於唔中意揸車嘅街坊嚟講咧，就顯得會十分之唔友好。當然啦，揸車嘅話咧就輕輕鬆鬆啦，因為咧你要去到上述嘅呢2個配套咧，一條直線揸過去咧就得噶啦。但係咧，如果係唔中意揸車、唔揸車嘅街坊嚟講咧，如果你要單靠行路，即係你單靠行路嘅話咧，其實都比較之辛苦啊。講緊咧，你嘅路程啦，至少係3個字起步嘅。咁啊，如果你話天氣涼爽咧，都仲好啲啊，都叫做話當散步啦，行下咁啊，消磨下時間都行到去啦。但係如果你話咧36、7度啊，大熱天時咧行過去咧，都比較攞命嘅。第4個屋苑就係位於石岐嘅展銳江月灣啦。咁啊，呢個屋苑咧就地處喺啦石岐一個比較之成熟嘅住宅區入邊嘅。咁所以話咧，尤其係食嘢方面咧，大家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嘅，因為佢樓下嘅街鋪啦，有好多唔同嘅食店啊。我哋講緊咧天南地北嘅菜系啦，都可以食得到噶啦。咁啊，早到早餐，晏到宵夜咧，全部都有得食嘅。咁啊，屋苑嘅斜對面啦，亦都有大型嘅超市啦，所以話你買餸啦、買生活用品咧，各方面都唔需要擔心。咁啊，然後咧喺呢個屋苑1.7公里嘅範圍入邊咧，就會有比較之熱門嘅3毛會員店，亦即係話咧，你喺屋苑出發，你打部的，起步價都唔使，就已經可以去到啦3毛會員店咧去掃貨噶啦。咁然後10分鐘嘅路程入邊咧，亦都可以去到中山北站，亦即係話，如果你係退休長住嘅，你想去周邊城市遊玩下嘅，10分鐘嘅車程，你可以去到中山北站搭輕軌去到咧周邊嘅城市去遊玩噶啦。咁啊，現時咧中山北站咧就升級緊咧為高鐵站嘅，亦即係啦前幾年咧講得沸沸揚揚嘅深茂高鐵終於喺近呢幾年咧有啲實質性嘅動工噶啦。中山北站咧就升級緊為高鐵，咁啊亦都係啦深茂高鐵呢條線路嘅其中一個站點嚟嘅。咁啊據聞咧日後喺中山北站去到坐高鐵去到深圳北站咧，就只需要25分鐘嘅時間啫。咁啊亦即係話，如果第時你香港嘅屋企係住得近深圳嘅關口嘅，你第時可以喺展銳江月灣打部的去到中山北站，坐高鐵去到深圳北站，跟住到咗深圳北站之後咧，你去到地下嘅深圳地鐵坐深鐵轉到去港鐵，無縫接駁翻口岸，翻到去自己香港嘅屋企噶啦。咁啊，然後如果你屋企咧有比較之細嘅小朋友嘅，喺屋苑10分鐘嘅範圍內啦，亦都有華僑城嘅遊樂場嘅，奇遇時光亦都係平時有休息嘅時間，除咗係自己翻內地啦去度假充電之外咧，亦都係有個點可以俾到小朋友啦去放鬆、去充電、去遊玩嘅地方嘅。咁啊，然後咧喺呢個遊樂場嘅隔離啦，亦都有一條咧已經開通咗嘅中港巴士嘅路線噶啦。亦即係話咧，第時你住喺度，亦都唔係第時啦，其實而家已經係開通咗噶啦。即係除咗搭高鐵翻香港之外咧，你亦都可以啦，直接搭巴士咧翻到去香港嘅。咁啊，現時咧100萬內啦，你可以喺展銳江月灣咧買到個戶型啦，就係8平方嘅3房2廁嘅單位。
咁啊，戶型上邊咧都算係比較實用啦，即係起碼係2個廁所啦，而且咧嗰個廚房咧亦都係四正啲啊，亦都係大啲啊，起碼呢個廚房唔會話細嘅。咁啊，跟住咧我哋從而講下佢嘅缺點啦。首先第一個缺點就係咧，成個展銳江悅灣咧，佢係板式樓嘅設計。何謂板式樓咧？即係大家咧如果有睇過華僑城天鵝堡嘅住宅樓咧，就知道啦。啊，佢同天鵝堡嘅設計咧，或者係所有嘅板樓設計咧係一樣嘅。咁我哋講緊咧傳統嘅品字樓嘅設計咧，就係前邊2伙細則嘅單位黐埋一齊嘅，後邊2伙咧大則嘅單位咧就係單邊位嚟嘅。咁啊，板樓嘅設計係點樣嘅咧？就係咧2梯4伙。左手邊有2伙黐埋一齊，右手邊有2伙黐埋一齊，咁所以話咧，你同你嘅鄰居之間咧，嗰個入門口嗰個門咧係黐得好實嘅，挨得好近嘅，一個轉身咧都可以撞到噶啦。咁啊，其次板樓嘅設計咧，我稱之為啦就係老王偷窺屋啊。此話怎說咧？就係咧板樓嘅設計咧，佢有一個好標誌性嘅嘢嘅，就係咧佢會有一條啦好長嘅公共走廊係通往啦左右兩邊嘅，包括係展銳江悅灣都係噶啦。咁所以話咧，你買到佢入邊嘅戶型咧，總會有一個廁所同埋一間房咧係可以啦，俾行緊走廊嘅街坊咧見到嘅。亦即係話咧，如果你係開住個窗嚟沖涼嘅話咧，啱好你個鄰居翻緊屋企行過嗰條走廊咧，就可以見到你沖涼噶啦。或者你喺嗰間房入邊你唔閂窗簾嘅 ，OK， 咁個街坊翻緊屋企嘅行過，咁你喺嗰間房入邊嘅一舉一動咧，就全部都睇得清嘅。所以話咧，佢入邊咧有間房嘅窗簾咧係常年365日咧個窗簾都係要閂埋嘅。OK， 咁其次咧就係展銳江悅灣啦，佢嘅背面咧就係有嗰個中山北站嘅輕軌嘅軌道嘅，而且係雙向嘅軌道嘅，唔係單向嘅軌道嘅。咁呢種情況咧，就同埋保利天郡嘅情況係一樣嘅。咁當然其實咧，我要講翻佢呢個軌道嘅距離咧，同埋屋苑之間咧係有一定嘅距離嘅。只不過咧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接受到啦。如果你係一啲噪音都接受唔到嘅街坊咧，咁就要自行忽略呢個屋苑啦。咁當然啦，佢而家咧展銳江悅灣咧係賣緊現樓嘅。你想睇邊個單位，直接上樓去睇實體樓就得噶啦。咁如果咧你真係介意噪音嘅街坊咁你可以咧上樓去感受一下嗰個輕軌或者係高鐵經過嗰陣時嘅嗰個聲，睇下嗰個分貝，你接唔接受到即係接受到，並且你可以容納到啦上述我講嘅缺點嘅，咁就可以買。如果係接受唔到嘅，咁就下一個屋苑。嚟到今期影片嘅最後一個屋苑啦，就位於繁市區位置，位於沙溪嘅金溪龍澤花園啦。咁你手上咧揸住100萬啦，你可以喺呢個屋苑咧買到層點樣嘅單位咧？首先咧就係80平方、88平方、89平方、95平方、100平方，甚或乎117平方嘅4房都可以買到，亦都係我哋今期入邊啦價錢最筍嘅一個屋苑啦。你揸住100萬咧，甚至乎連4房啦都可以買到噶啦。咁嚟講下佢嘅優點啦。首先第一個啦就係價錢筍啦，第二個咧佢就係地處喺一個沙溪比較之熱鬧嘅區域嘅。咁所以話咧，你日後住喺入邊啦，你單靠2隻腳落樓就可以滿足到啦你日常嘅衣食住行噶啦。咁第三點就係咧，佢現時賣緊咧就全部都係現樓嚟嘅。亦都係嗰句啦，即係你中意邊層單位嘅，你可以直接啦上樓去睇到你啱位置。咁啱啱有提到啦，佢嘅地段咧非常之繁華啦，從而咧會延伸到咩缺點咧？就係咧，即係我覺得咧呢啲係各花入各眼嘅，同埋大家嘅居住嘅需求咧會各有唔同啦。如果你係中意熱鬧嘅街坊咧，可能會覺得咧佢樓下嘅配套齊全啦，會覺得佢好熱鬧、好繁華、好中意。但係咧，我哋講緊咧沙溪呢個位置咧係中山嚟講啦，佢嘅外來務工人員咧比較之集中嘅一個地方嚟嘅。所以話咧，如果咧你日後想買嘅呢一層度假屋或者係退休屋咧，你係追求寧靜嘅，甚或乎係極致嘅寧靜或者係黃鐘大靜嘅街坊咧，可能你就會覺得唔係太啱啦。因為咧，如果你睇呢個屋苑咧嘅過程中咧，你可能會覺得咧佢嘅人口雜亂
並且咧係熱鬧過頭啦。咁啊，如果咧你係呢一種類型嘅街坊，追求寧靜嘅街坊咧，我反而會比較建議你揸住100萬左右嘅 budget咧，可以去揀翻啦博愛七路板塊嘅屋苑嗰度嘅話咧，就係低容積率、高路法率。並且咧去到繁華嘅配套咧，有一定嘅車程，並且呢個車程咧係10分鐘左右嘅時間，係可以接受嘅範圍入邊。所以話咧，中意黃中大型嘅街坊，我反而咧就唔太建議你買沙溪啦。你可以揀翻啦博愛七路。OK，咁啊上述咧就係我哋今期啦講到嘅100萬嘅預算，你可以喺市區同埋繁市區位置咧買到點樣嘅屋苑啊？咁啊當然啦，呢啲咧都係我精選嘅屋苑嚟嘅。並不是話啦，其他屋苑咧唔好，只不過咧我係揀咗幾個啦，比較之有代表性嘅。今期嘅影片咧亦都係篇幅有限啦，介紹唔到太多屋苑，但係唔緊要嘅。如果上述嘅樓盤咧你都睇唔啱嘅話咧，你可以聯繫翻啦阿 Cam 上方嘅聯繫方式，可以加我 WhatsApp 或者係加我嘅 WeChat。咁啊，我可以咧根據翻你嘅要求啦，去揀翻啲屋苑出嚟，去篩選翻啲屋苑出嚟，到時候咧帶你去睇嘅。咁啊，呢一個咧就會慳翻你唔少嘅時間啦啊！我哋嚟點對點去篩選翻啦你潛在中意嘅屋苑。咁啊，今期咧就係關於市區位置嘅。咁我哋咧下期咧就會講翻啦鎮區位置100萬左右嘅 budget，你可以買到點樣嘅屋苑。咁啊，如果咧你覺得我今期影片咧都介紹得唔錯嘅，你可以咧點個 like 支持下阿 Cam。咁啊，今期影片咧就到呢度啦。我係最中肯唔黑 sell 嘅阿 Cam 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